地方放送头做回来看台南一年一届的昆神王平安宴祭。今年因为台南和风灾是算长到真热力，所以庙方就决定要扩大举办，让民众会当来祈求消灾解厄。除了排队领平安宴以外，还有办跋杯的比赛，让民众来赢奖金。另外，也有办到用在地食材来推广台南。 民众透透排队排到热腾，就是等要摕这平安盐茶啊，内底会当甲你装盐。这是一年一度昆神王平安盐茶，15正庆请盐制盐技术，提供予民众消灾解厄。今年连续的风台损害甲真热力，庙方这回特别扩大举办，用信仰文化参艺术做结合，兼提供50万奖金跋杯比赛，向各地游客来这斗老街。因为我们今天很早就来排队排这个平安宴，因为它有那个辟邪祈福的作用啦。然后我们也帮我们日照中心的长辈祈求一些平安言回去保平安。丹那苏的风台造成咱台湾，尤其台南嘉义这部分哦，损失非常严重。各互天地知影哦，希望讲吼，咱天地咱保庇讲咱台湾未来的经济会较好，吼百姓的事事无灾。 大家当平平安安。除了平安宴祭，请法师加持祈福，庙埕嘛是闹个滚滚。北门区公所中昼时间办1000人祈福平安宴，每一出菜拢是用在地食材落去料理，有影真澎湃。平安宴背后的意义，主要是祈福感谢风灾后，各界帮助台南和中健康顺利完成。那全国饲沙白鱼，台南占42%，今年龙鱼业嘛真严重。这回农会局嘛邀请在地农特产来摆档，希望嘛借由平安 推广本地优质农渔产品。三城的部分吼，咱这的渔民就会影响平安的方式来推广咱虱目鱼季。当当时风灾了，这个受灾还是要会当恢复咱对沙白鱼的喜爱。感谢全国的民众，那另外也透过这个天人宴来行销我们大北门区的农特产品。平安宴祭到达22档，今年伫假期2天举办，分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结合王爷信仰参盐业文化，因希望通会使成功推广影视旅游，带动地方产业发展。记者苏台南采访。